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整一味無花果醬紅酒香煎鴨胸。今次想介紹俾大家嘅係呢一款無花果醬，佢用咗100% 韓國靈岩當季無花果製成，果肉細緻，甜度天然，採用低溫真空濃縮嘅工法，完整保留咗淡淡果香同真材實料嘅果肉口感。配方非常簡單，零人工添加，仲用上天然零卡嘅阿樂酮糖，甜而不膩，低卡又冇負擔。我哋會用到3湯匙嘅無花果醬，2件嘅急凍鴨胸，100ml嘅紅酒同埋黑胡椒。急凍鴨胸解凍咗之後呢，就用廚房紙呢盡量印乾佢表面嘅水分，跟住呢，就喺鴨皮表面呢就切呢個十字紋，令到鴨皮呢平均受熱啦，逼油呢更快，咁煎出嚟呢就會又香又脆。再用黑胡椒呢做簡單嘅調味。鑊呢係唔需要預熱同埋放油，我哋將鴨皮嗰邊呢大約煎8至10分鐘。煎好之後呢就可以反轉，鴨胸呢邊呢就煎3到5分鐘。煎好之後呢就可以上碟噶啦，等佢靜止一段時間，咁我哋就可以處理我哋嘅醬汁噶啦。我哋大約保留1湯匙嘅鴨油，我嚟煮醬汁，其他嗰啲呢就唔要噶啦。首先加入100ml嘅紅酒，中細火煮3至5分鐘。紅酒煮緊嘅時候，我哋就可以將鴨胸切片。紅酒收汁大約去到一半呢，我哋就可以落埋我哋3湯匙嘅無花果醬啦。轉細火一路攪住佢哋煮1到2分鐘，直至到去順滑同埋有微微結嘅效果。鴨胸排好上碟，就可以淋上我哋煮好咗嘅無花果紅酒醬。我將剩返嗰啲無花果紅酒醬呢載起，食嘅時候呢再可以一齊點嚟享用。我唔客氣啦，希望大家都鍾意，下次見。